后来昨下晡，马大安溪的崩山湖1楼，这个大水是快速冲入去光复乡的市区，真侪停伫路边的车是互大水冲去。等到这个水退去了后，这车有的是冰翘线，有的是倒摊起，有的是塌烧塌，车主是看到真艰苦，也毋过好你家在人平安。白色的8万名车头前轮直接顶伫咧另外一台修理车的顶环，两台车踏做一伙，车身冒锐变形，车尾慢把也落来。真侪台车冰车，也有一台黑色的修理车掉伫咧路中央，车头弄着红门土港，后轮也掉掉。银色的轿车车头掉伫咧烂土内底，后轮跌伫咧路边的机车顶。汽车互大水冲一个损害甲真严重，车主看一个心肝头疼丢丢。昨下晡，马太安溪崩山湖的水溢出来，大水拢灌入去光复乡，差伫路边的车互大水冲走，拢弄做一伙。大水灌入来车路，就连军用货车拢无法度抵抗，一直挖苦弄着路牌。边仔车也拢铺伫水面，黑色的小客车佮弄着障碍物，袂顶袂当。另外一条路，佫会当看到车直接互大水冲走。崩山湖的水造成光复乡的灾情，大水灌入市区，因为一站路悬，大量的溪水淋掺着土沙，淹过平静的光复乡。后续佫唔知影要用偌久的时间来清理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